안녕하세요, 슈퍼엠입니다. 저희 첫 번째 미니 앨범 슈퍼엠이 발매되었습니다. 네, 타이틀곡 드랍핑은요 웅장한 사운드와 에너지 넘치는 보컬이 특징인 일렉트릭 팝곡입니다. 네, 파워풀한 노래에 걸맞는 멋진 퍼포먼스도 지켜봐 주시고 저희 슈퍼엠도 많이 기대해 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 Cause when we jump in, it's poppin', we're jumpin'. Cause when we jump in, it's poppin', we're jumpin'. 就是第一首《Don't You Stay》的那个主播的那个剧，其实我还蛮想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感觉里面每个人演的都主播的这样敏感。听说这次为了这次的表演 ，pressure 蛮大的，对不对？pressure 蛮大的，肯定因为其实算是我第一次在怎么讲三金，特别又是压轴表演，所以很大的压力，然后很希望把这次这个表演唱好，但很开心，因为其实我很喜欢这次的每一首歌曲，然后我相信在当天会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表演。那 practice 大概几天 ？practice 了大概我昨天就练了10遍，对，所以其实最近一直都在练这个歌，因为对希望把它唱好。对，其实躺在 pillow 上都还会在练习这些歌曲。pillow 上面吗？现在是每个问题要加个英文啊。在 pillow 上面不会，但我其实最近没有睡太好，因为可能就是压力太大呀。那有没有哪一部是你看完之后想要之后找时间追一下？哪一部？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歌名可以讲吗？可以吧？就是第一首《Don't You Stay》的那个主播的那个剧，其实我还蛮想看一下，因为我觉得感觉里面每个人演的都主播的这样敏感。不是，我觉得没有，就是可以看一下，真的是脸都红了。会不会唱完？怎么没有在讲英文了？有点难。看一些 comments。看 comment， 我其实 comment 我比较少去看，因为其实每一次表演我自己大概会知道，今天是什么状况，然后是好的是坏的，当然永远就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子，对。好，OK 喽吗？会想说喝完 drunk 一下吗？你肯定会小酌一下，对啊，就是这么大的压力的表演结束，就会好好的 celebrate 一下，这样。celebrate